进入今日的主题翻倍，阮厝边。你买怎么解决其他猪的？不是啊，因为时间还佫足长啦。出去回我是去诶，你要拖的时间，阮厝边一个老阿伯，啊伊种足侪水果。我都老啊。伫迄个园仔底，啊阮吼，这辈兄弟啊真侪个，阮三不五时吼，拢会小招偷偷啊吼，去甲借万一寡来摕伫阮的通柜仔底。阮大家拢讲好，万不离连讲若出代志，头家一定爱工作负责啊吼。啊有一天吼，盈盈大出。 吼，啊，因为我人矮，骹手矮，所以大家叫我去爬。哦，迄盈盈手足悬啊！我人安爬爬好悬着。哦，爬足久，蛮好势。你敢知我看到啥货？看到迄老阿伯，哦，我惊一个屎流错啊规个堆呢。哎，我这阿伯吼顺利一家掠等去交阮老爸，阮老爸看到足气呢，举车啊甲我讲嘴皮，哦，遐物嘛有36刀，甲我挡在72地。哦，这个时阵重点来啦，阮来这辈兄弟啊，大家规排顶边啊坐，像你安顶边啊坐。 好，大家口径拢共款，拢讲去偷班的，干那我一个。又搁要等待啊！这个是啥物原因的姐？因为我感觉伊腔口真好听，你顶届就是安尼讲啊，姐。听了真爽，听了真舒适，听了足适拍。伊个笑亏，我有 get 到。哦，你有 get 好啦，到。好啦，迄个麦克较收收的吼。